来继续来看高雄中山大学陆续有学生伫网络顶抛出着悲惨的经验，讲有山猴弄入去宿舍，八悬八低，车久人红，酸肠破坏，甲因规个宿舍是舞甲二苍苍。学校是来回应讲，新生训练都甲学生提醒，嘛有聘请到专家来教学生要安怎来应付这个台湾山猴。 看到一半，熊熊听到怪声，找到遐搭走入来一只狗在车旁边，一看害了了，桌顶拢是锈锈啊！高山啊，食甲欢喜不不，袂输这是因兜，而且这个场面若发生一个，宿舍敢若放手夹，物件哪柜涂骹，麦片也拢压出来。学生啊，真无奈，因为袂记得锁窗仔门，都互高山啊全门大呼。有东西掉落的声音。 然后就发现有猴子在抢食我们的食物。那他怎么进来的？他开门进来的。看到外边，不少人虽晓得这是高雄的中山大学，因为学校就伫茶山边啊，处处拢会当看到高山啊，所以这个示牌不是叫人爱注意险，是爱注意高山啊。如果不是喇叭锁，他会自己开门，然后就跑进来吃东西。建议还是说要锁门啊，或锁窗户，毕竟大家都知道说中山的猴子可能都有大学学历。 这个状况真渐的发生，所以针对拄入学的学生啊，学校除了提供高质守则，也请专家来现场教学生啊，要安怎判断高山的表情甲习惯，做好防备。应该算是新生训练的时候吧，然后一起就有跟大一讲说要怎么应对猴子。祝福主人大概比如说早上或中午，拿着那个空气枪去驱赶他们。 对，但没有装子弹。为着学生的安全，学校也派人伫附近巡逻，要提醒爱特别注意，可袂互高山啊找到作乱的机会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